香港土地總面積有超過60%係天然山坡，但山多平地少，並冇阻礙到香港發展成為一個容納超過700萬人口嘅宜居城市。能夠交織出咁獨特嘅山城景觀，正因有大大小小不同嘅工程建設，而土木工程拓展署一直喺當中佔據一個重要位置。香港一直有佢獨特嘅城市景觀，但隨住發展，景色亦不斷改變。所以我哋研發咗你作為 AI 地圖機械人，遊走香港不同地方，再以雲端方法即時傳送最新實景景況到我哋嘅資料庫。最新任務，請你聯同土木工程拓展處嘅機械狗 Spot 一同前往安達臣道，因為資料庫顯示原先係一條路嘅安達臣道出現變化，甚至開始消失中。而 Spot 具備不同功能，希望可以成為你嘅助手，沿途收集實景數據，更新我哋嘅安達臣道資料。所以現在請你哋由清水灣道出發，轉入安達臣道。收到。安達臣道無法前行，現在使用無人機進行偵測。機械狗，你去邊？機械狗協助調查爆破聲來源，請你繼續用無人機記錄安達臣道最新實景景況。呢條咧就係安達臣道。以前嘅安達臣道咧係連接住清水灣道同埋寶林路嘅。咁沿住呢條路上去咧，就會見到大上托嘅山脊，上高咧有一個石礦場。安達臣道石礦場係喺1950年代營運嘅。過咗半個世紀之後咧，喺2017年咧就正式交翻俾政府。經過規劃之後咧，就利用咗其中大約40公頃嘅土地咧，就用作發展嘅。安達臣道亦都納入咗嗰個發展裏邊。咁而家沿住安達臣道上去到尾嗰度咧，你只會見到一個迴旋處。沿住迴旋處向上望，會發現唔少嘅地盤。政府期望工程所帶嚟嘅建設係一個可以容納25000人嘅綠色宜居社區。土木工程拓展署負責嘅範圍咧，亦都非常之廣泛嘅。除咗負責整個地盤嘅土地平整、基礎建設工程，同時我哋亦都會負責休憩用地、綠化工程。我哋上次嚟嗰陣，嗰啲西房已經差唔多完工噶咯喎。嗱，呢個位咧就我哋個火牛房嚟嘅，咁而家基本上結構完成晒㗎啦。上次見到嗰啲 startup park 嗰啲 cap 咧，好似唔係好齊。跟住嚟咧，如果再做嗰陣咧，記得注意呢啲安全措施。OK， 得。阿坡啊，係呢度到時嗰啲水咧會去到邊個位？會攔住唔俾有人落㗎啦。基本上到時上水咧都係上到呢個位㗎啦。咁呢個位置咧會有人落到去㗎。而家我哋嚟到石礦湖公園嘅工地啦，目前基礎建設工程咧已經大致完成咗，仲有一啲咧地下渠道嘅工程咧係進行緊嘅。主要做緊咧就係挖坑啊、鋪渠啊同埋回填嘅工作。土地平整咧可以話係建設工程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嚟嘅，亦都係我哋部門其中一項好主要嘅服務範疇。其實土地平整咧涉及咗好多項嘅工序嘅，例如探土啊、打地基啊，仲有行內術語所講嘅3通1平，即係通路、通水、通電同埋平整土地。目的咧就係令到其他嘅建設咧可以喺塊地上高進行嘅。
另外，土木工程拓展署亦喺山體內開發岩洞，釋出更多發展空間。政府決定喺安達臣道石礦場嘅舊址興建岩洞，用嚟重置公務中央試驗所，同埋興建政府檔案處嘅新歷史檔案中心。工地嘅前身係安達臣道石礦場，石質都非常堅硬，所以我哋嘅岩洞開掘工程會用爆破嘅方式進行，預計會進行超過300次嘅爆破。呢個項目除咗喺香港首次喺岩洞入面興建非基礎建設相關嘅工程，亦係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處首個自家推動嘅岩洞項目。咁而家我哋就進行緊出石嘅工序啦。咁喺出完石之後咧，我哋嘅岩土工程師就會入去視察一下，我哋就會有一部俗稱珍寶岩洞鑽窿機，鑽一啲爆破嘅孔，咁就為聽日嘅爆破工序咧就進行準備嘅。爆破工序同土木工程拓展署轄下嘅礦務部息息相關，因為部門主要執行有關採礦、石礦場同爆炸品嘅法例。以今次為例，礦務部每朝早都要先到爆炸品倉庫提取炸藥，然後再用特製嘅運輸工具確保安全。到達工地之後，炸藥會交俾承建商嘅專責人員，即係大家俗稱嘅炮王。然後喺下晝會將炸藥放入預先準備好嘅鑽孔入面。一切準備就緒後，會打鑼打鼓，叫所有人員去到指定嘅安全區域，等待炮王將炸藥引爆。3、2、1，可以燒炮。爆破完之後嘅山窿喺未鞏固之前，隨時都有碎石下墮嘅風險，所以我哋會派機械狗去代替人進入呢啲高風險嘅環境之下視察。我哋叫隻狗咧行前多幾步，睇下爆炸完嗰個岩石面安唔安全啦。而我哋嘅機械狗可以附載掃描器，包括夜視攝像機，測量現場環境。啱啱爆破完，咁炮王檢查完安全啦，所有藥咧都已經爆晒啦。咁其實我哋地盤呢一度咧，每一日都會進行爆破嘅。咁今日呢一個爆破工程能夠安全又順利咁進行咧，象徵住我哋呢個岩洞開掘嘅工程又邁進咗一步。對工程師嚟講，最希望見到嘅應該係每一項工序能夠安全進行，整個工程順利推進，相關設施早日投入服務。但係要做到，並非能靠單一技能。我哋做工程師咧，唔單止淨係做工程，因為我哋唔係一個 paper engineer 嚟嘅。專業知識其實呢個可以係講做一個工程師一個好基本嘅需求。咁我哋仲要做好多溝通啊、監督啊同埋協調嘅角色嘅。email 日日都有噶啦，電話亦都係。經過溝通咧，我哋先知道我哋需要提供一樣乜嘢嘅設施去俾公眾去使用。咁另外我哋落地盤啦，就同工程師開會，譬如要留意進行工程時嘅安全啦，安全係永遠都係排第一嘅。今日睇邊個位啊？一路見到有任何唔安全嘅嘢，就嗌承建商去改進咯。咁另外我哋亦都會監測住嗰個進度啦、成本啦、成效咁樣樣。所以我哋要同顧問公司嘅工程師同埋承建商咧，要保持好緊密嘅溝通，咁先至可以有效咁聯手推展呢個工程嘅。落地盤辛苦咧就預咗噶啦，我哋。但係做工程師咧就其實好有滿足感嘅。點解咧？你幫個社會建設咗嗰啲基建啊嘛。其實土木工程咧個範圍係好廣嘅。咩叫土木工程？我話咧土木工程咧係為社會建設嘅工程，就係叫土木工程啦。我1969年入工務局，1997年去咗拓展處。到2002年咧，土木工程處做處長嘅。
其實土木工程處同埋拓展處咧嘅工作大同小異嘅啫。咁啊，土木工程處咧主要都係地盤平整啦、海港工程啦，同埋土力工程啦。咁拓展處咧係為咗新市鎮。2000年代初期咧，由於世界經濟不景啊，市區嘅發展咧，即係新市鎮嘅發展咧，做咗七七八八㗎啦。咁啊，香港對於土地嘅需求同埋基建嘅需求咧降低咗。當時政府決定將土木工程處同埋拓展處兩個部門咧併為一個處。土木工程拓展處咧喺2004年7月1號正式成立嘅。合併成立後，部門標誌採用山巒、土地、海洋，秉承過往兩個歷史悠久嘅工程部門工作，並加以綠色代表環境及可持續發展服務，繼往開來，配合香港發展所需。土木工程拓展處咧成立咗之後咧，其實對於香港個基建嘅發展咧，佢都係屬於一個領頭羊嚟㗎啦。雖然話新嘅發展項目咧，可能會慢慢放緩啲，但係仍然有好多啲以前規劃咗嘅基建項目咧，就需要完成嘅。成立咗之後咧，我哋為咗激勵士氣咧，我哋都制定咗一個口號：興土木、利民生、齊拓展、創明天。我哋唔會停止喺一個口號嗰度嘅，我哋制定咗一套抱負、使命同埋信念。成為拓建香港嘅機構典範，同社會攜手發展基建，卓越工程建設香港，成為土木工程拓展處嘅抱負同埋使命。香港係一個不停去建設發展嘅地方啊嘛，從一個小小嘅漁港發展去到而家係一個國際嘅大都會，嗰個發展嘅步伐係幾咁快。我哋現在行緊嘅就係將藍隧道啦。跟住駁咗就係跨灣大橋。嗱，跨灣大橋呢度咧，我哋見到呢一個雙拱嘅鋼結構咧，佢微微咁樣向外嚟到張開。將軍澳跨灣大橋外觀以活力無限作為設計，係全港首條3合1海上高架橋，於2022年12月底通車，連同將藍隧道，為將軍澳居民提供咗另外一條出入東九龍嘅路線。咁作為目前香港跨度最大嘅鋼拱橋咧，佢嘅主跨係有足200米長嘅，所以我哋係首次採用咗浮托法配合潮汐進行安裝。將軍澳海濱南橋毗鄰跨灣大橋，同樣係香港第一次採用高強度結構鋼材建造拱肋，外形纖巧。南橋嘅鋼橋部分主要由3件預製件組成，係近年基建嘅新趨勢。不單止能夠提升工程嘅質量同埋安全，仲可以增加工程安排嘅彈性。土木工程拓展處除咗繼續完善新市鎮嘅交通配套，亦參與興建主幹道，加強各區之間嘅聯繫。我哋而家咧其實位於咧就係 T2 主幹道海底隧道嘅一段嚇，咁前邊咧其實一路隧道鑽挖機咧就喺前邊做一個鑽挖啦。咁後邊咧其實我哋一路都同步咧係做緊隧道嘅內部嘅結構啦。嚇，咁啱啱咧我就係同啲同事咧去檢查呢啲防火板嘅安裝。政府咧其實近年咧都致力推動呢個建造業2.0啦。咁 T2 主幹道咧，所以都運用咗好多創新科技啦。咁當中咧就包括我啱啱運用嘅呢一個利用無人機咧，去幫我哋去做一啲嘅檢測。用咗2部直徑14米，即係講緊咧3架雙層巴士高度嘅隧道鑽挖機。咁其實而家因為我哋有咗隧道鑽挖機之後咧，好多工程咧工序咧，我哋都可以自動化咗，大大咁減少咧工程對周圍環境嘅影響。呢度咧就由粉嶺公路，而家咧就上嚟入龍山隧道嘅支路。咁咧龍山隧道咧就都比較長嘅，咁啊有成大概都4公里咁長。嗱，而家我哋入去呢一段咧，其實咧就係用呢個爆破嘅方法嚟到起嘅。咁去到咁上下咧，
其實咧就我哋會去到有一段咧，其實就係用鑽挖機嚟到開挖嘅。即係我哋中國人咧，經常都講嘅衣食住行。咁其實 CDD 啊，佢就負責提供土地，就去解決住嗰個嘅問題。行咧就起路啊，成啦。咁嗱，你可以想象啦，即係喺去蓮塘咧嗰條嘅路咧，其實係一個策略性嘅一條路嚟嘅。咁我哋就可以直接經嗰度喺東部咧，就可以去到深圳嘅東部。呢個咧大大有利香港同大灣區嗰個嘅融合。依山而建，依山而居。香港同大山可以話喺城市發展之下係一種相依共生嘅關係，但要共生，出入上山落山都唔容易。為此，土木工程拓展署進行一系列工程，例如喺秀茂坪一帶建造一系列行人連繫設施，包括自動扶手電梯、行人天橋、連升降機塔，加強安達臣道發展區同附近地區嘅行人網絡。方便好多，我住喺翠林樓下邊啫嘛，而家有電梯好好，真係好。遲啲咪有個安達臣道有幾個屋村屋苑嘅，而家係喺度做緊嘅，都可以上到嗰頭啦。尤其是上嚟咧，唔使咁辛苦行暗斜路啊，咁呢度落去又舒服，即係起碼有瓦遮頭先啦，落雨。夏天為大地帶嚟雨水，亦帶嚟潛藏危機。AI 地圖機械人，你喺收集秀茂坪實景街頭數據時，亦唔好淋濕，導致零件損壞。為咗豐富資料庫，你可以鎖定畫面進行搜索。香港有過一次嚴重嘅災難，喺6月中嘅時候，豪雨成災，秀茂坪山泥崩瀉，造成幾百人傷亡嘅慘劇。當日咧，我就住喺徙置區啦，係第9座呢度啦，2樓。咁啊，對面係一個寮屋區嚟嘅。咁冧咗個斜坡咧，就係對面嘅電梯承覆嘅斜坡啦。1972年咧6月18號咧，咁啊好大雨喎，呢度斜坡係有好多水啊流落嚟啊，側邊都有啲水浸咗喺度噶。但係突然間聽到好嘈雜嘅聲喎，突然間好多嘢湧過嚟我嗰度喎，嗰啲屋頂咧好似啲樹葉俾啲風吹起，1-2秒已經靜晒啦，已經變咗咁樣喎。跟住又先見到，哇！嗰啲即係可能受咗傷啊，或者佢意識淨係識即係求救嘅人，伸隻手出嚟，全部都係血。估唔到一次山泥傾瀉之後咧，我細個一齊玩嗰啲小朋友咧已經見唔到啦。同日，半山區寶山道亦發生嚴重山泥傾瀉，導致67人喪生，令當日成為香港史上因山泥傾瀉死亡人數最高嘅一日，敲響政府對大山嘅警惕。政府亦開始研究減少山泥傾瀉風險嘅方法，而親耳聽到爸爸所目睹嘅慘劇，令佢立志投身呢門專業。事後調查發現，寶山地段地下水位偏高，容易發生山泥傾瀉，所以土木工程拓展署就喺2009年建造一套全新而可持續嘅地下水位調控系統，就係寶山排水隧道啦。呢度有2條排水隧道，直徑係3.5米，總長度係500米。呢度就係排水斜管，喺我哋隧道有172條，而呢邊就係一個自動壓力緩解系統。當排水管入邊嘅水壓過高嘅時候咧，佢就會打開個水掣排走個地下水，控制翻個地下水位喺一個範圍入邊啦。咁因為地下水位過高嘅時候咧，就會容易引發山泥傾瀉。但係如果個地下水位過低咧，
就會影響後邊嘅薄扶林郊野公園入邊嘅生態啦，同埋容易引起沉降，破壞附近嘅建築物同埋設施嘅。為咗精益求精，我哋最近運用咗數位孿生 Digital Twin 嘅技術，去提升翻監控、分析同埋預測地下水位變化嘅能力。利用呢個存在喺虛擬世界嘅雙胞胎，全天候咁監測寶山地段嘅地下水位變化。斜坡安全公共工程喺1977年開始喺香港實行，直到而家，土木工程拓展署一直擔任重要角色。一般嚟講，會為不合標準嘅人造斜坡進行鞏固工程，而天然山坡因為面積較大，就傾向採取風險緩減措施。為咗有系統處理山泥傾瀉風險，土木工程拓展署喺2010年推行長遠防治山泥傾瀉計劃。每年會根據一套以風險為基礎嘅排序系統，選取最高優先次序嘅人造斜坡同天然山坡進行研究，並開展合適嘅工程。喺評估天然山坡山泥傾瀉嘅風險時候咧，我哋係會分析過往嘅航拍照片啦，識別出該山體同埋附近曾經發生過山泥傾瀉嘅地方同埋特性。山坡中間咧就揾到個人為開墾山坡嘅痕跡，喺1995年就揾到。咁我又揾到一啲比較遠古山泥傾瀉嘅殘痕。咁確認完山泥傾瀉風險之後咧，我哋會諗唔同嘅方案嘅，去緩減個風險啦。有泥釘啦、泥石壩啦，或者油性防護網。計好多數啦，咁都幾辛苦嘅計呢啲數都。但係我哋唔係淨係坐喺 office 嘅，我哋需要出去地盤去核實數據嘅。根據我哋嘅分析，松嶺村上邊嘅山體咧就存在有較高嘅泥石流風險。預計山泥傾瀉嘅泥石量咧比較大，所以我哋最終咧選擇咗興建泥石壩作為緩減措施。喺2023年9月暴雨期間咧，松嶺村上邊嘅天然山坡就因為連場大雨咧，引發咗大規模嘅泥石流。香港經常受到颱風同暴雨影響，所以山泥傾瀉一直係香港最常見嘅天然災害之一。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山泥傾瀉警告、新界北部嘅水浸特別報告同埋雷暴警告咧，而家咧都係生效緊㗎。有見及此，土木工程拓展署設有全年24小時緊急服務，為救援隊伍、斜坡維修等等嘅政府部門提供岩土工程意見，從而決定應變行動。另外，團隊亦會評估分析，喺有需要嘅時候，聯同香港天文台發出山泥傾瀉警告。而當山泥傾瀉警告或者8號或以上風球生效嘅時候，仲會啟動緊急控制中心。我哋緊急控制中心咧有13支嘅緊急隊伍嘅，咁咧我哋會按8小時嘅輪間咧進行當值嘅。喂，G.O. 緊急控制中心，係 ETC 啱啱收到一單山泥傾瀉，咁就喺大圍桂園入邊嘅。咁個中心主管咧就會將事故進行分類啦，然後佢會按事件嘅嚴重性咧去派翻相應嘅土力工程師出去進行視察嘅。香港咧每年有大約300宗嘅山泥傾瀉報告啦。2023年9月嘅世紀暴雨咧，咁我哋當時咧收到超過180宗嘅山泥傾瀉。其實我哋緊急控制中心咧不分晝夜咁持續運作咗超過250小時。咁其實當時有2日嘅時候咧，我哋係開咗叫孖添嘅電話，其實真係響唔停嘅。其實我哋同事都非常之緊張嘅，尤其是見到新聞報導啦，都報導咗多宗嘅山泥傾瀉嘅。就住松嶺呢個山泥傾瀉事故，我諗我哋都係出去現場睇一睇個情況啦。咁因為而家天氣都唔係咁穩定，我諗都留意翻自身安全啦。咁市民亦都非常之擔心啦，都希望我哋嘅公共服務咧係可以盡快恢復翻嘅。咁所以我哋同事咧都希望盡快去處理晒所有嘅山泥傾瀉嘅事故。緊急控制中心就派咗我嚟現場。咁我嚟到之後咧，就發現咗松嶺山上邊嘅天然山坡啦，有幾處地方發生山泥傾瀉，大量嘅泥石咧就沖咗落去山下邊。
咁啊，當時我視察完呢個松嶺山上邊嘅山泥傾瀉之後咧，就發現咗啱啱起好咗嘅泥石壩咧，就充分發揮佢嘅功用啦，攔截咗大量嘅沙泥同埋泥石嘅，咁差唔多有2米咁高嘅。呢場暴雨雖然錄得破紀錄雨量，但冇人再因山泥傾瀉而失去生命，而且接獲嘅山泥傾瀉報告比過去暴雨期間少。但係山泥傾瀉風險永遠冇可能係零。土木工程拓展署會一直策劃更多措施應對，包括利用創新科技，盡力減低山泥傾瀉對市民嘅影響。其實作為一個土力工程師咧，參加咗呢個工程咧，我真係好開心，因為呢個工程咧唔容易嘅。我哋個工程期係相當長嘅。咁喺我哋嘅工程團隊嘅努力下咧，啱啱喺2022年咧就完成咗呢個泥石壩啦。咁啱2023年咧就發生咗呢個世紀暴雨啦。喺我哋預計嘅2條溪澗裏邊咧，真係發生咗大量嘅山泥傾瀉。泥石壩嘅位置咧就保障咗下邊松嶺村嘅設施同埋市民嘅安全。而家呢份工個使命感好強啦！喺呢個惡劣天氣下嘅時候咧，我哋成日都要輪班當值嘅啫。雖然係有機會有危險面對嘅風險，但係我哋都會盡力去做好我哋嘅工作啦。因為呢個時候亦都係各政府部門需要我哋去處理緊急山泥傾瀉嘅時候啊。我而家亦都負責推行公眾教育活動，致力咁宣傳斜坡安全，提高市民對香港山泥傾瀉風險嘅認知同埋意識。我希望我爸爸目睹嘅悲劇唔會再發生。我哋幸福唔係必然嘅，發覺咧，然後我哋背後有一班人喺度默默緊用佢嘅專業工作，咁啊希望呢度啲人可以安居樂業啦，山泥傾瀉嘅災難咧都唔好再發生啦。我哋香港其實即係所有嘅啲山坡咧，其實真係潛在咗好多山泥傾瀉嘅風險。因為土木工程拓展署咧一直以嚟咧都係以保障市民個安全咧為我哋個工作咧首要嘅目標嘅。好老實，我哋而家去到今天咧，其實我哋係即係香港嗰個斜坡安全管理個系統咧個水平咧真係名列世界嘅前列嘅。咁我哋都好多外國一啲專家咧，其實嚟到香港咧，即係真係高度評價我哋香港嗰個水平。正因為有咁高水平嘅斜坡安全管理系統，所以一座又一座嘅山，營造咗香港呢片彈丸之地，承載住700多萬人嘅家。而土木工程拓展署一直擔當一個重要角色，由昔日新市鎮到成立之後，繼續喺市區進行發展，以至香港未來發展嘅新引擎北部都會區。北部都會區覆蓋範圍相當之大，由北區至元朗區，總面積大約為3萬公頃，加強與深圳合作，令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即使工作充滿挑戰，但土木工程拓展署會承傳一直以嚟嘅專業精神，完成各項工程建設。我身處嘅地方啦嚇，咁啊其實就係粉嶺北古洞北我哋嘅新發展區嘅第一期嘅工地嘅寫字樓裏邊啦。成個第一階段嗰個工程項目咧，其實我哋係需要管理7個工程項目嘅合約。可想而知，其實牽涉嘅工程人員同埋啲建造嘅一啲數據咧，其實係非常非常之多。咁所以咧，我哋團隊咧喺香港係第一次建立咗一個咧可以統一管理呢7個工程合約項目嘅一個數碼化嘅平台，應用咗咧我哋一個叫做數碼化工地監督系統，同埋一啲人工智能嘅鏡頭。咁再配合啊，即係成個物聯網嘅技術咧，係實時係可以收集啦、管理啦、發放我哋一啲信息嘅。個項目團隊其實唔使出去地盤嘅，其實喺翻個地盤寫字樓裏邊咧，就透過我哋後邊啦你見到好多嘅熒幕咧，其實可以實時咧監控到咧喺出邊地盤每一個地方嗰個環境，正可以咧大大提升到咧我哋工地嗰個安全啦。亦都可以我哋啲協作嘅能力啦，咁亦都係可以同一時間咧提升到我哋嗰個工地嘅效率嘅。咁所以咧，我哋一直都非常之推動咧工程項目數碼化呢方面。